这个画面看到那个手拿着那个就是在转动的，有个叫转动的钮，这个叫做直流马达无段控速控制速度控速板，直流马达无段控速板。你看前端有4个孔，右2孔是入电线接进去，电源供应进去，电流进入了，然后左边2孔是电流输出，接到马达的，它还接到电表，左下角没有拍出来，是那个升压模组，也有叫升压模块，它用那个一致性那个螺丝起子在旋转，逆时针转是升压，顺时针转是降压。他说不能一下子转到那个40几、30几、20几伏特，马达会转不动，因为它是靠那个电容器，它没有足够的时间，电容器没有足够的电量，没有办法让马达启动，要慢慢转。